大家吃完以后，红标的跟黄标的认为哪一个是？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我视你为近卵。好哎，哦，真的真的那个油脂差好多哦。真的有差。我继续吃完。来了，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家面前其实都有一份，有我们有，大家请把它拿起来。先吃2份嘛黄的，好，好有贴纸。先吃我黄的。们有贴一个红标跟黄标，还黄的。红我们的。先吃红的，先吃红的。好好吃哦。好吃哦，请换黄色黄标。黄色的，颜色有差颜色颜色比较深，是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完没有看到阿乐这个脸哦，我在吹啊。厨神小当家啊！我顺便把他们的猪偷偷的拿走。吃光他们。你是想偷吃什么？这个贴上去就好，就回来了，你还在那看什么啦？剩一块你要不要加哎。辣椒？你要不要加辣椒？我们家原住民那个小的朝天椒好不好？好哎。莱克多巴胺这个东西，我也是特别查了，有根据的哦。它是水溶性的，其实人吃了以后是可以代谢进去的，代谢出去的。那根据那个实验报告显示呢，一个成年人呢，要怎么样可以吃到超标？你一天要吃6公斤的猪肉，然后连续365天吃5年，你才有可能这个毒量是超标。但是根本不可能，刚刚前面阿乐都说了，我们一年台湾人吃多少？24公斤是不是36。 36。那你看你要每天吃6公斤，怎么可能？其实台湾的猪见得那么差，而是它可以有生食级的条件，所以它的标准是很高的。就像我们在烤石板肉的时候，大家说哦那个是山猪肉，对，那是因为那只猪拿到山上养叫做山猪肉。其实呢，它也是从平地上面买上去的肉，你们就把它误以为它是山猪，我就不懂。其实我自己也开餐厅，然后我店里用的猪肉都是国产猪。那其实说，不对，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其实国产猪跟进口猪，我个人在吃起来你会很明显有发那个腥味的，对，那个味道的轻重的比例。那我在选择做料理的部分，我也会喜欢选择清爽，然后比较油脂比较平均一点点的那个方向给客人。那我的客人来之后，他们吃完，他之前给我的反应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